香港天后邓紫棋日前才宣布高雄演唱会加场，没想到7日晚间突然宣布与合作多年的经纪公司蜂鸟音乐终止合约，原因是公司严重违约，在没有得到他同意，签下了代言合约，还继续漠视事情的严重性，继续公布新的场次，让他很无奈，但也决定不再妥协。邓紫棋倒数，心跳一直倒数着，生命剩下的温热，至少用力地爱着香港小天后邓紫棋，在两岸三地都拥有高人气，去年才到新北耶诞城担任压轴演唱，陪大家过节，随即宣布巡演加场到高雄，9日准备开卖门票，却突然爆出震撼弹。7日晚间在脸书宣布要和经纪公司解约，他一开始就相当痛心地说：“你们曾是我最信任的男人吧？可惜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句号。”声明中提到，本月底合约期满终止，因为多年来存在的不公、压迫，令邓紫棋心里大受困扰。更在去年10月中旬，邓紫棋发现蜂鸟若干严重违约及不法行为后，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彻底破裂，但公司没有好好处理，漠视意愿，反而继续为邓紫棋接下及安排合约期满后的代言及演唱会工作。歌手邓紫棋在负面的时候，她还是要自己过滤掉、消化掉，站在台上把正面能量带给大家。我也同样经常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叫做真正的做自己？曾经在演唱会上有感而发，邓紫棋出道10年都不曾换过经纪公司，突然宣布解约，但他承诺会完成已经开卖的演唱会场次表演，包括2场高雄场在内的8场演唱会。爱护歌迷的邓紫棋强调，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为了经纪公司，而是不想让粉丝失望。